最近試咗一些好得意嘅產品，就係喺屋企可以電眼睫毛啦。電睫毛前後嘅分別都幾大㗎，雖然我個睫毛咧比較疏啦，但係效果咧都好明顯見得到㗎。今次咧就係用呢一 set 嘢嚟幫我電眼睫毛啦。一齊嚟睇下裏邊有啲乜嘢啊！有電睫毛嘅藥膏啦，驚唔識用嘅話呢，亦都可以跟住說明書 step by step 咁樣做。一支膠水同埋膠水稀釋液，化妝棉同埋梳整睫毛嘅棒，最重要就係呢3個唔同尺寸嘅軟膠啦。開始之前呢，我嘅睫毛就係咁樣嘅。首先選擇好適合你睫毛捲度嘅軟膠，只要將膠水搽喺軟膠嘅背面。大概等10零20秒呢，就可以貼落去你眼皮呢最末端嘅位置啦，即係呢貼近你睫毛線嘅位置。貼好之後呢，就變咗咁樣啦。而家呢，可以用膠水慢慢將你嘅眼睫毛呢黐喺嗰個軟膠上面，再用呢一個齒形嘅梳呢，慢慢咁梳好你想電出嚟嘅效果弧度同埋方向。但係記得咧，呢個過程咧要做得快手少少啦，因為個膠水如果一乾得太厲害嘅時候咧，你就會覺得好難梳開噶啦。梳好之後就變咗咁樣啦。放心，呢個膠咧係唔會覺得好硬嘅，因為嗰個膠本身咧係好柔軟。而家首先呢，就搽咗 Step 1先，用嘅時候呢，記得要小心一啲，千祈唔好俾呢藥膏走咗入眼啊！擠好咗之後呢，就可以用棉花棒幫手啦，將啲藥膏呢慢慢咁樣均勻喺你嘅睫毛上面。搽好咗之後呢，就等佢15分鐘。而家咧就可以用棉花棒抹走咗之前嘅電睫毛藥膏先。有需要嘅話咧，而家就可以整理一下你嘅睫毛，跟住開始搽 Step 2啦。搽落去嘅方法咧都大同小異啦。都係將佢覆蓋喺你個睫毛上面。而家咧可以完全清理晒所有嘅藥膏啦。濕一濕支棉花棒咧，幫手咧喺眼皮上方開始左右咁喺個膠邊嗰度咧，令到嗰個軟膠咧脫離個眼皮先。其實個膠水又唔係好似想像中黐得咁實咯，你慢慢用呢個水咧已經可以整得甩佢噶啦。再用濕咗水嘅化妝棉咧，徹底將眼部清潔一次。電好之後咧，就將我原本下垂嘅眼睫毛變成捲翹嘅眼睫毛啦。電眼睫毛之後咧，覺得最方便咧就係唔使再夾眼睫毛啦。因為咧我平時夾眼睫毛咧，眼頭嘅部分咧成日夾極都唔起嘅，咁變咗咧要重複夾好多次喺眼頭嘅位置。但係而家咧只要簡單眼影、睫毛膏、眼線
3個步驟就完成一個普通日常嘅眼妝啦。其實成個過程呢，大概就係整咗45分鐘左右啦。步驟呢亦都唔算太複雜，簡單就可以自己喺屋企完成到啦。電下眼睫毛嘅話呢，記得用細碼嗰個軟膠就可以啦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